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透过视讯出席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司政洛桑桑格在印美采访中推动西藏成为印中紧张局势的核心议题。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在世界难民日谈藏人流亡史。瑞士流亡藏人在日内瓦抗议中共践踏西藏人权。欧盟在第22轮中欧峰会上提及西藏人权状况。驻北美办事处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5岁华诞举办线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节目首先来观看一则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消息。上周六，6月20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官邸，透过视讯参与了第33届心智与生命线上座谈会。达赖喇嘛尊者在会议上谈到有关2019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指出，若思维上有过多的恐惧和焦虑，只会让病情更加恶化。因此，建议人们在疫情期间应保持稳定的心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这场全球健康危机。尊者开示时还引述祭天大师的教言，指出，在遇到问题时，要以智慧分析问题是否能够解决。若问题可以解决，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烦恼；但若问题超出能力范围，无法解决，就算烦恼也没有用。本次会议是33年来第一次通过网络视讯举办的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本届会议的主题为以复原力、慈悲心以及科学治疗今日。达赖喇嘛尊者与犹太裔科学家理查·戴维森等进行线上互动。当天的座谈会由史密斯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卡罗琳·雅各布斯主持。此外，中印两国在拉达克双方具有争议的实际控制线发生冲突事件以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相续接受了30多家印度媒体的采访。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接受30多家媒体的采访，可被视为近年来印美对西藏议题的空前报道，凸显了解决西藏议题是解决印中两国持续紧张关系的核心问题。对司政洛桑桑格的采访报道出现在印度数十家主流媒体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英语和印地语新闻节目中。司政在节目中大力提出西藏作为印中两国之间和平区的战略和历史意义。司政洛桑桑格的言论在印地语新闻频道和一些地区级新闻节目中被广泛播报，使西藏问题不仅为印度各大城市的民众所熟知，而且在许多印度偏远的农村也受到欢迎。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兼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次旺加布阿日亚于世界难民日前夕，在致力于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在线杂志《寒冬》上发文，简短地讲述了西藏如何遭受中共入侵，藏人如何沦为难民，以及流亡藏人的抗争、愿景及未来之路。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定这一天为世界难民日，同时提醒人们如何共同努力让难民重获人权，找回尊严。至此之际，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也发布了一系列记录西藏难民生活的短视频。与此同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于本月30号至7月21号间在日内瓦召开前夕，居住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流亡藏人与支持者于上周6月19号在日内瓦万国宫前集会，抗议中共非法侵犯西藏人权，同时还呼吁联合国官员关注西藏等中共治下的恶劣人权状况。抗议者们还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提交了一份含有5项建议的呼吁信。
信中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共立即释放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及夏扎仁波切等所有藏人政治犯，并停止迫害藏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同时允许国际观察团自由入境西藏等中共治下的地区了解实情。另外，由于受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原定于今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2轮中欧峰会于本周一6月22号通过视讯会议举行。在本轮会议上，欧盟就不断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和人权捍卫者遭迫害，以及中国政府限制其统治下各少数族群自由及人权问题表达了关注。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作为2020年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近日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人民和对世界的贡献和伟绩”的正文比赛，邀请北美各地的藏人青年参与。在经过筛选后，其中的精选文章将在驻北美办事处官方网站上发布。予以了解相关活动详情，请登录藏人行政中央官网进行查询。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